怎么？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了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我无非就不想看那些居民误会我，我想让他们知道你真实面目。啊，不过话说呀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为什么总是你一个人闷在家里呀？哇塞，这么好骗啊！不会真的和好了吧？咦，有妇之夫最方便，偶尔过来找你玩呀。我跟东海龙王女儿私交特别好，她跟我说，我老公有外遇。后来，我就看到我老公喝酒回来，身上沾着都是海蛇精的鳞片。哎呀，好一个臭男人啊！真是不要脸！这种事情让我做都不会做的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是有老公的人，咱俩不可能。但是你老公是个臭男人啊，不如抓紧时间离婚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但是你老公他对你不忠啊！你要他做事，他根本不配做你的男人。你跟他离婚，和我在一起，不是更好吗？那我跟那薄情之人有什么区别？其实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就是臭毛病，死性难改。不提他了，烦死了。哎呀，你不可以不提啊！你怎么能逃避问题呢？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的处境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听龙王说，唐僧已经禀奏观音，要把你带去天庭谢罪了，而且要等待你感化之后才去西天。那个香蕉啊，这个死苍蝇又不老实，脑袋上费什么劲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怎么知道？这龙女一喝多了就刹不住嘴了，都是听她说的。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。本来有件事情我是不该告诉你的，但是如果不告诉你，我对不起你对我的关怀呀。那你就说吧。我真的是来骗你的。你骗我什么？当然是骗感情了，难道骗的铁扇吗？谁派你来的？这个出于职业道德问题呢，我不太方便透露对方的名字。但是呢，我来呢就是为了博取你的好感，毕竟我情天大圣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嘛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告诉我？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装的不知道呢，小姑娘？你，算了，我骗不下去了，这个交易我也不做了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真的不明白吗？你是真的纯情，还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啊？我爱上你了。我骗不下去了，我对你动真感情，我对你动真心了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你不要乱说，我是有老公的人呢。是啊，但是你老公根本配不上你啊，他不过是个满身牛屎的臭牛嘛。毕竟一日夫妻百日。我不要你讲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控制好自己，我不应该这样的。我尊重你的意思。你还顾及你的身份，在你自由之前，我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。而在此，你是安全的。自由？离婚有没有吓到你？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成千上万次了，这不是我脱口而出的，而是在我反复琢磨、深思熟虑之后说出最正确的话：离婚吧，我等你。不要这么着急回答我，答应我，你要想清楚。我希望我能听到最想听到的答案，好吗？
再联系你，你先回去，跟人联系。走，赶紧走。你怎么来了？夫人，我想你，跟我回家吧，这是送你的小花。少来这套，这么一大坨，还卖什么萌啊？哎，夫人呐。咦，原来这老牛是肉麻路线的。夫人呐。哎呀，夫人，我真的知错了。夫人，是我鬼迷心窍。那些庸脂俗粉怎么能跟你国色天香的美相提并论呢？夫人呐，我们回祁连山好不好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。最近我身上的牛虱又多了好多，没有你的铁扇帮我扇走，我真的睡不着觉啊。原来是惦记我的铁扇呢。我惦记的是你啊，夫人你最好了。我们回去好不好？拿我的首饰去讨好你那些小情人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那些都是旧款式，夫人你需要最新的，买新的，喜欢什么买什么。这种话你也敢说？喂，你不是心疼钱吗？旧款式他们也不配。啊，不配，当然不配。夫人，你最好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夫人，求你了。那你先回去，把那些小妖精给我打发干净。别让我看到什么鳞片、羽毛之类的怪东西。羽毛、鳞片。哦，你个香蕉，原来是这样！臭三八，敢耍我！哎，好。总之，我现在就回去清扫府上，然后派人请夫人回家。夫人，你的花。别装了，现身吧。喂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到底哪里装的不像？你哪里都不像。我告诉你，牛毛不可能来娶我，他巴不得离婚呢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坏我好事啊！你怎么知道他要离婚？啊！你想插我别人的婚姻是不是？霞姐，你就会插眼是不是啊？告诉你啊，小丫头，你太天真了。我这次是奉旨来勾引大嫂子，帮我牛哥哥把这段破婚给离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给我多管闲事啊！哎呀！哦，还会插鼻孔呢！先是欺骗我徒弟的感情，现在又要拆散别人的家庭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！哎，这个屁啊！我告诉你，再给我多管闲事，别想见到孙悟空。你。乖了，我到底哪里装的不像？我问你啊，刚才你身上有虱子的时候，痒痒你干嘛呢？我挠啊。对呀，霞姐姐，你知不知道牛尾巴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我警告你啊，我们之间是有邪物在身的，你不要给我多管闲事。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，否则你一辈子别想见到孙悟空了。孙悟空，你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哎，你看到了，他们俩联合起来骗你。我怎么知道是他们骗我，还是你在耍我？我，紫霞？哎呀，是他呀，骗了我徒弟的感情，而且我跟他还有一笔账没算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不要跟我联手啊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去祁连山看看呀。好，我倒是要问问那臭猴子，对我说的话，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。啊，公主，那我先走一步，公主快点来啊。这。什么人，竟然敢闯我公主府？打扰公主并无他意，只是想求一个方法。方法？什么方法？一个能让心分离出两种情感的方法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公主也许对我不太了解，我这人吧什么都好，
就脾气不太好。不拔剑，也想吓唬我吗？我说宝宝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就不要自讨苦吃了。为什么你也有这串铃铛？奇怪了，你这身打扮怎么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呢？哎，巧合而已嘛。不过实不相瞒，我寻求这个方法也是为了惩治负心人。你看嘛，公举，女人好可为难女人。你也被人骗了？我被骗得太深了，到现在我都分不清自己是谁了。都是因为那个负心人。根本就没有这种方法。什么？我是为了让那头臭牛安心，才故意这么说的，让他觉得我既有自己的空间，也有一部分心在他身上。婚姻啊，到我们这种地步，无聊透了。可是，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，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？所以啊，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相爱的人。相爱的人，现在说这些，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现在再要找一个相爱的人，应该很难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所以，那个方法根本就不存在，是吗？没错，鬼扯，婚姻中的一个小伎俩而已。如果真有这种方法的话，那必然半颗心是假的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死？对，共存，还不如牺牲掉另外一半。或许死真的是唯一的方法。你不会要自杀吧？自杀？没错，就是自杀。老娘终于找到方法了。